自台北市吴秋兰。来，大来好听的歌曲，再会啦，心爱的人。来，叫人欢迎秋兰。主持人好，天良家族大家好，五哥家族大家好，全国观众大家好。心爱的人，秋兰，哎呦，哇，真正是长腿妹妹嘞，哦，美腿姐姐，真的，对啊，哇。
旺现啦！在拢做高调的呢，嘿啊！来，谢谢大家。甲咱这朋友问好一下。五哥家族大家好，现场观众大家好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天良电视所有的朋友，我刚开头就讲过了。哦，是天良哦。家族大家好，导播、摄影师、灯光、主持人，好，谢谢。帅哥，安尼很周到的。对呀，嘿呀，我详细讲哦，你上舞台的时阵哦，五哥都有跟你教过哦。有跟你训练过哦。有舞台教学啦，真的。无伊哦，导一下。若讲伊的朋友啦，来唱歌，或者是多头一遍来，是。五哥哦，伊拢有你甲教。哇！第一个要把天良电视台摆在最前面，五哥家族是要后面，后面。然后呢，若讲有的朋友要来唱歌，造势，哎呦，别说选举咧，哦，哎呀，伊就号召。亲朋好友，呼朋引伴，来做民主啊你啊，对啊，做来高嘞。所以讲你交到这个五哥这个好朋友，交对啦。五哥家族里面的兄弟姐妹都很好相处啊，都很好相处啊。都因为五哥哈，什么都没有啦，什么都很缺啦，但是呢，他的朋友特别多啦，真假哎，好多哦。当中的你也讲哦，五哥你有没有钱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但是呢，你有朋友吗？很多朋友，有啊。都嘛本来吃的啊，出国就爱靠朋友啊。是啊，对啊。你也讲哦，无靠朋友，你出国刁难啦。所以讲哦，朋友越多是越好的。是。也谢谢你们了哈。谢谢。来，几位坐，谢谢。感谢，谢谢。感谢。